任嘉倫旺妻是最大的騙局，每一步都精準計算，細思極恐。當這個標題映入眼簾，一種源自互聯網深層敘事結構的熟悉感撲面而來。他精準地踩中了當下輿論場中最具傳播力的幾個錨點：對人設的天然質疑，對完美背後真相的窺探欲，以及那種果然如此的解救快感。在流量邏輯下，將一個公眾人物推上神壇，再以細思極恐的筆觸描繪其精密計算的跌落，似乎已成為一套屢試不爽的敘事模板。然而，當我們真正試圖穿透這層語言不揚的迷霧，去審視這個論斷本身時，卻發現它構建在何等脆弱的基石之上。他先將一段長達10餘年的情感關係簡化為一種人設，又將人設的擁繫誣稱為一場騙局，最後用精準計算這樣的詞彙去否定一切關於責任、擔當與共度患難的人性解鬥。這種敘事邏輯看似鋒利，實則粗暴。他拒絕承認複雜，只願意接納符合其戲劇化預期的真相。但在我們急於為這個故事下定論前，或許應該先撥開那些驚悚標題帶來的迷霧，回到那些被忽略的更早的時間線上去看看，究竟是他們口中的精密計算更符合邏輯，還是另一種更樸素、更笨拙，也更像真實人生的解釋，更能站得住腳？將時間逐撥回到故事的起點，那是遠比廣平王一個家喻戶曉之前更沉寂的歲月。彼時的任嘉倫還叫任國超，一個如今聽來帶着幾分勵志色彩的本名。他曾是乒乓球台前的少年球運，也曾遠赴海外經歷過練習生的殘酷訓練，但這些都沒能讓他立刻叩開演藝圈的大門。回國後的他，在劇組間練轉，扮演着各種叫不上名字的龍套角色，過着房租都時常湊不齊的日子。在很多版本的敘事裡，這段過往被一筆帶過，作為成功前序的苦難鋪墊。但恰恰是這段真實的困毒期，構成了理解其後來所有選擇的重要底色。正是在這個看不到出頭之日，前途一片迷茫的時期，薛歡出現在了他的生命裡。與當時捉襟見肘的任嘉倫不同，從中戲畢業的薛歡手中握有相對穩定的戲約。他沒有嫌棄這個一文不名的青年，反而用自己的片酬補貼兩人捉襟見肘的日常開銷，甚至在深夜陪他對台詞、復盤失敗的試戲。這是一種在泥濘中相互攙扶的情誼，它根植於具體的、充滿煙火氣的共同經歷，而非怎麼精密的利害計算。如果我們將後來的公開視為一種算計，那麼這種算計的成本未免也太高了。它需要當事人用長達數年的青春和真金白銀的付出作為前期投資，而這顯然不符合任何理性的投機邏輯。時間來到2017年，命運的齒輪終於開始轉動。大唐榮耀的熱播讓任嘉倫一夜之間躋身流量的中心，他所飾演的廣平王李速深情不移，為他贏得了無數觀眾的喜愛。在流量為王的時代，這幾乎是所有男藝人的黃金窗口期。雍池單身人設以最大化收割粉絲功利，是行業內不言自明的正確選擇。團聚的壓力、商業代言的潛在損失、大批女友粉的流失，這些都是擺在台面上的可以預見的巨大代價。然而，任嘉倫卻在這個節點上做出了一個在旁人看嚟幾乎自毀前程的決定，公開相戀5年的女友薛歡。他沒有選擇模棱兩可的含糊其辭，也沒有用緋聞女友來試探市場反應，而是直接坦蕩地向所有人宣告了這段關係的存在。這個舉動所帶來的後果幾乎是立竿見影的，大批粉絲離去，一些本已近在咫尺的商務資源也宣告擱淺。在每一步都精準計算的敘事框架下，這個行為是無論如何也解釋不通的死穴。一個精於算計的人，絕不愧在自己商業價值最高的時刻，去主動觸怒市場的基本盤，去做一件顯而易見會損害短期利益的事情。我們當然可以說這是另一種更高明的長線投資，為了塑造好男人人設以懷取更長久的功利。但這種解鬥的牽強之處在於，他預設了一個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劇本，
並且需要當事人以犧牲上千萬的即時利益為賭注，去賭一個虛無縹緲的未來不確定的人設功利。這更像是一個在低谷中許下承諾，並在高峰時選擇兌現承諾的男人的笨拙堅持，而非怎麼運籌帷幄的棋局。公開戀情之後，輿論的風暴並未平息，反而以一種更兇衝的姿態捲向了站在任嘉倫身後的薛歡。各種惡意的取測、攻擊甚至謾罵鋪天及地而來，配不上拖累事業等聲音不絕於耳。面對這一切，薛歡選擇了徹底的沉默與隱退。他拍完了手中的最後一部戲，便徹底從幕前消失，將自己的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家庭之中，成為那個在後方默默支撐一切的人。從孩子教育到老人照顧，從日常瑣事到情緒疏導，他一手包攬，讓常年駐紮劇組的任嘉倫可以心無旁騖地投入到角色的創作中。這樣一種分工模式，在旺妻騙局論者看來，或虎視利益最大化的一環，是精準計算的一部分。但這種觀點不僅是對薛歡個人選擇的冒犯，更是一種將複雜人生簡單化的粗暴。將一位受過專業表演訓練、本可以有自己事業的女性，選擇回歸家庭的決策，完全歸因於丈夫的算計，這本身就是一種極度不尊重女性主體性的男性凝視。在10餘年的漫長歲月裡，擁持一個家庭的穩定運轉，其付出的心力與犧牲，絕不亞於任何一份台前的工作。薛歡的印是一種基於兩人共同利益和情感信任的主動選擇，而非被動接受的安排。那些旺夫的說法，與其說是一種對薛歡的讚美，不如說是一種對他巨大犧牲的單方面功能性的肯定。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一個穩定的家庭結構對於高壓工作者的支撐作用，這本就是一種相互成就，而不是單向度的旺與被旺。此後的數年，任嘉倫的演藝事業穩步上升，《錦衣之下》、《周生如故》等作品一部接一部地鞏固着他古裝男神的地位。與此同時，他如合作女演員之間清晰的邊界感，以及從不利用家庭進行營銷炒作的作風，也為他贏得了不錯的路人緣。在一次次的採訪中，他被問及家庭時，從不回避，而是坦然地表達對妻子的感激，稱其通透穩重，是支撐自己走下去最重要的人。這些言行在粉絲眼中是愛妻者風生水起的證明，在質疑者眼中則可能成了人設管理的連續性動作。然而，如果我們將視角拉遠，會發現這一切行為的連貫性，恰恰在於其不連貫性。他並沒有隨着環境的變化而頻繁調整自己的言行策略。從寂寂無名到巔峰頂流，他對這段關係的處理方式，其納核是一以貫之的：低谷時不棄，高光時不掩，日常中不秀。一個真正精於計算的人，往往會根據市場反饋不斷調整人設，以尋求利益最大化。而他更像是用一種近乎笨拙的、不符合流量時代生存法則的方式，固執地守護着一條底線。這種笨拙，恰恰是其真實性的最好注腳。近期甚囂塵上的分居傳聞，無疑為精準計算論提供了一枚看似有力的炮彈。狗仔的鏡頭拍到他赴上海工作時，連續2晚入住酒店而非返回家中，於是分居的猜測瞬間引爆網絡。在苦多自媒體筆下，這成了他寵妻人設崩塌的鐵證。然而，當事件的完整拼圖被傳完後，我們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象。原來，所謂的分居證據，不過是他在凌晨2、3點收工後，為了不打擾已熟睡的妻人，且因次日清晨5、6點又需出發趕赴片場，而選擇在距離工作地點更近的酒店稍作休息的尋常之舉。任嘉倫本人也迅速對此進行了回應，無奈地澄清這只是一次再正常不過的工作安排。這個插曲非但沒有證明騙局之說，反而以一種荒誕的方式揭示了精準計算敘事本身的漏洞百出。一個真正將人設計算到極致的藝人，是否會容許自己出現這樣容易被解聘導致人設翻車的工作安排？或者更高明的做法，難道不是哪怕折騰自己也一定要回家，
拍一仗模糊的深夜歸家討伐級營消耗，來一次完美的人設加固嗎？他沒有，他選擇了對自己、對家人最方便、最不折騰的方式，哪怕這種方式在外界看嚟會成為把柄。這種不計算，正是對精準計算論最有力的反駁。回看這一路走來，關於任嘉倫的爭議，本質上是一場關於真實與人設的辯論。在一個渴望真性情卻又不斷遭遇人設崩塌的時代，公眾的信任感變得極其脆弱。於是，當我們看到一個近乎完美的好丈夫形象時，第一反應不是感動，而是懷疑，這是真的嗎？背後是不是有雜麼目的？這種集體性的不安全感，是任嘉倫旺妻是騙局這類論調能夠獲得市場的心理基礎。然而，我們需要警惕的是，這種懷疑主義一旦過了頭，就會走向另一個極端，為了質疑而質疑，為了解救而解救，拒絕相信任何美好的存在。我們不斷地尋找人設背後的真面目，有時反而陷入了另一種更不理性的偏見。就任嘉倫與薛歡的故事而言，他固然可以被一個寵妻的標籤所概括，但這個標籤之下，是10餘年的漫長歲月，是共同經歷過的貧窮、迷茫、誘惑和瑣碎。這其中當然有愛，有責任，有擔當，也有犧牲和妥協。他並不完美，也不可能處處都精準。他充滿了生活的無邊和意外。那些所謂細思極恐的細節，當我們換一種不帶預設的眼光去看，可能不過是一個想要在殘酷的行業裡盡力保存自己小家庭的男人的一些笨拙努力而已。當我們審視完這一切，會發現那個看似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論斷，其最大的謬誤並非在於誤判了某個人，而在於他從根本上否定了人與人之間除了利害計算之外，存在其他更深刻、更堅韌的連接紐帶。他用一種看似高明的陰謀論視角，遮蔽了一段關係中更為真實，也更值得尊重的部分，共同患難的經歷，彼此托底的信任，以及基於這些之上的責任與擔當。將一段歷經10餘年風雨的情感，簡化為一場精準計算的騙局，這不僅是對當事人的不公，也是對人性複雜性的一種傲慢的簡化。或苦，是時候放下那種非黑即白、非神即鬼的敘事框架了。任嘉倫不是完人，他的婚姻也絕非童話，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就是一個謊言。他更像是一個在名利場這個特殊環境中，努力擁繫着某種正常生活的樣本。這其中有得有失，有堅持，也有妥協。對於我們旁觀者而言，最大的啟示或苦在於學會尊重這種複雜，停止用人設或騙局的二元對立標籤去粗暴定義他人的生活。在吃瓜之餘，保留一份理智與平和，不跟風造神，也不跟風毀神，讓公眾人物的私生活回歸到其本應擁有的，不被過度侵擾的空間。這既是對他人的善意，也是對我們自身判斷力的一種保護。